台东县政府社会处到澳洲考察，动用着中央补助的花东基金300万，但是有人回国2天就退休，议员痛骂，甲中央的救命钱乌白开。包括我们的人事处长，包括我们的主计，把全国办公书写出来，替台东人会跑及花东基金出去胜，台东还有医疗吗？台东县议员大陆嘅县会人，因为前一阵啊，县府社会处去澳洲参访，12天就开300万。这团是什么团？我们是做。较大声者好不好？议员这阵社会处长讲话个开始，丢丢代表才开嘴甲人见。哈？社会福利的参访。社会福利的参访。6月7日到18号，台东县社会处飞到澳洲考察当地社福制度，由社会处长陈秀兰带团，另外还有前人事处长，不过回国2天后就退休。内底个包括负责县府财务的主计处长，现场12天12人开拢总300万，开始中央补助的活动基金，卫生员所个甲社福无相干。自己的私利去玩耍，然后回来就退休。这显然他们就是一伙这边把台东所有的资源吃干抹净这非常不当的一个公务人员。印象中并没有在台东县政府所提的4年综合发展计划中看过。作为县府的发展突破的经费来说呢，如果是用在考察上面，甚至于是假考察、真旅游，这个对民众来说是观感非常不佳。中央补助的活动基金，敢真正有用在咧要紧的所在，大家拢去交期。或参访的经费主要是来自华东基金，那提报的计划呢，也获得中央的核定跟支持。官员出国考察经费敢有乌白开，外界提出质疑，敢希望台东县府交代清楚。Hello， 我是郑雅芳。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